咁啊，超哥鄧華超同埋芬姐黃梅芬佢哋兩位嘅姐姐專場呢，佢哋呢一對拍檔呢，其實曾經合作擔綱嘅演出呢，有非常之多嘅長劇呢，就有頭先提過嘅《梁山伯與祝英台》，咁啊有《龍鳳爭掛帥》啦，《春花笑六郎》、《彩鳳榮華雙拜相》、《金釵引鳳凰》、《戎馬金瓜萬里情》、《榮歸義錦鳳求凰》、《情俠鬧船宮》、香羅塚啦，同埋澳門嘅原創粵劇啊，小喬巧配潮州魚，一共咧就有10出嘅。咁截止嘅劇目咧有成41出喎，而以配角崗位同台參與嘅一啲長劇咧就有成24出。截止嘅劇目咧有7出，總共合作嘅場數咧，大家會數下手指咧，哇都有成238場喎。咁大家睇過幾多場啊？都有好多粉絲啊！咁啊，大家以後繼續多啲支持芬姐同埋超哥佢哋嘅演出咯。好啦，咁啊，唔知大家呢有冇去過陝西省嘅七星廟呢？有冇啊？好似冇乜嗬。其實七星廟呢，開頭嘅名聲都係冇咩嘅，但係呢，原來相傳啊，呢個嘅北宋名將楊繼業同埋礦寮女英雄佘菜花喺呢一個廟入邊談戀愛同埋成親嘅地方喎，於是乎傳咗開去呢，佢嘅名聲呢就越嚟越多啦。咁大家如果有機會去陝西省去下七星廟嗰度打卡啦。咁但係當楊繼業同埋佘菜花佢哋成親之前呢，都有啲誤會嘅喎。不如而家就齊進入七星廟嗰度睇下楊令公同埋佘太君佢哋年輕嘅時候嘅呢一段愛情故事啦。咁超哥鄧華超就係飾演楊繼業，芬姐黃梅芬呢就係飾演佘菜花嘅。掌聲有請兩位為我哋演出《佘菜花之殺廟萌心》。佘小姐你呀，佘小姐，休怪本將手下無情吧。樂氣！
佘小姐，你輸咗啦！嘿，你暗設機關將我絆倒，算咩英雄好漢啊？哦，好，只要佘小姐識路，今次就算打個平手咯，好嘛？楊繼業，你天啊了！此仇今生未報啊，有來生啊！佘小姐，有道冤有頭，債有主，是非黑白要看分明至好啊！日前巧遇在荒郊兩情相依。正是心有靈嘅西，欲往蛇嘅塘，將逢人。你卻忘情反悔，什麼比武招親呢？莫當是英雄信義，卻是狼師作弄可知你父一紙書，送到火塘寨裏，定要俾母招親，霎那風眼雲。咩話？我父要比武招親。冇錯，哈！有何憑老自嫌，要千金裏比情分，女將軍是寶珍。非傳寄與誰敢碰？此書我常帶於身。嗱，佘小姐，你來看啦。待勞一看啊！嚟。哎呀，爹爹，你好糊塗啊！一紙書函
此書信你字字須看真，非我無意欠情分，妄小氣莫露眼相爭。佘小姐，既然事情已明，又何必怒容雙向？相見如眼有情分，較長更藝高升別人，水心意無散更相親。樂器怒氣聲，誰願再聽為變神生現爭？怒氣聲，誰願再聽？我怎識這千重恨，秒鐘相對添我悲憤。因何為我不要人？方若率兵拜戰陣，我再讓你記恨，再將恩怨細問。此刻相對乃是仇人看出。有你，哇！喂，好老婆，有你。佘小姐，你又輸啦！只為火攻嘅心，進退步難穩，才令其差一着失手被擒。我是百思未明，何來衝天路分看是將門街裏關裝仇人。你捉了我細郎，射擊新馬場，熟難於人啊！哎呀，冤枉嘅心，冤枉嘅心，令我驚訝莫把罪惡強加身，是誰遞身困望將眼怨恨？咩話？我弟郎並未被你捉去。你弟郎在我營房之內，此等謠傳是誰人所講啊？哦，係呼延平所講咯。吓？呼延平？嘿，我把你個匹夫啊！
豪氣便息了，分明怎此話可當真？還應了求親，如無開懷，常飲怕是虛言何足信啊！出兒千軍中，指天而誓，福為憑。是路輕信，錯怪了人。梗係啦，我真係錯怪咗你啊！當然啦，仲有少少嬲添。楊繼業點啊？今日敗於你手，要斬要殺，悉隨尊便。知噶。好，我來問你，要輕輕咁罰，定係重重咁處置啊？哦，輕輕咁罰又點樣啊？咁啊容易啦，與我共定白頭拜天地啦。咁重重咁罰又如何啊？仲容易，仲易？同我成婚之後，生夠7個慈姑定啦。哎呀，你當我係豬乸咩？不過我知道你好錫我，唔使我咁辛苦嘅。到時睇下點。不過我哋就係爛女鴛鴦心上人。此後將門應結，並馬行。與郎攜手定緣分，盟手永不分，笑看風雨沉。何日紅燭燈映淚，引得夢來臨。
來昌旺盡顯功架嘅一節嚇，咁呢個佘菜花之十面萌心亦都衍生咗往後楊家將流芳百世嘅故事啦。咁喺呢一個時候呢，就要同大家公佈一下我哋嘅善款數字啦。咁啊，頭先咪即場喺度募捐嘅，咁但係呢，募捐之前，其實呢，以下人士除咗購票到嚟捧場支持之外呢，亦都係額外請阿超哥呢將票價以外嘅餘款呢係放入捐款箱，熱心公益，以作呢個善舉，增加善款嘅金額嘅。咁方明呢，就係包括譚美玲女士、陸德堯先生、謝佩珊女士、鄧玉歡女士、黃香琴女士同埋精姨嘅。咁以下嘅朋友呢，今日因為有事未能夠出席去捧場啦，但係亦都非常之支持咁有意義嘅活動嘅，亦都係已經將善款呢交俾超哥啦，請佢將嗰個善款呢放入去善款箱㗎啦，以作支持同埋公益嘅。咁佢哋包括有吳燕妮女士、李良生先生、關影梅女士，咁合共呢係有1350蚊嘅。咁而至於頭先剛才話除咗買飛支持之外呢，捐款嘅善款呢都係有2060蚊㗎。咁至於超哥嘅朋友嘅善款箱加起嚟總共呢就係有3410蚊。好啦，到黃碧詩小姐嘅朋友啦，亦都係非常之熱心公益啦。一聽到呢一次活動呢，亦都係一齊做善事，立即慷慨解囊啦。託佢將善款呢係放入善款箱嗰度，總數就有13420蚊。咁而家頭先呢，未現場募捐之前呢，其實個善款箱入邊已經有總數16830蚊㗎啦。多謝晒。咁而家咧就有請澳門奧比斯籌募發展總監兼理事會會長沙善瑩小姐再度出場咧，同我哋公佈一下我哋現場籌得嘅善款，要同我哋買飛情況嘅善款啊！多謝多謝晒 ，thank you，多謝大家。咁首先呢，真係要好多謝啦，龍鳳粵劇製作及推廣有限公司，即係阿超哥啦，同芬姐同所有嘅表演嘉賓啦，俾個咁嘅機會我哋咁。俾大家一齊同我哋去籌款，真係好多謝大家。咁總共加埋埋咧，今日呢個活動，今次呢個表演係籌到超過63299蚊嘅。多謝相當之好嘅成績，多謝晒，多謝晒咁多位善長仁翁啊！係啊，真係多謝晒。我對所有嘅眼疾人士啦，多謝你哋，同埋係幫助到我哋培訓到好多更加多嘅醫務人員啊，眼科醫務人員，多謝。多謝晒，亦都多謝沙總監，係啊，希望奧比斯繼續幫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多謝大家，多謝晒。